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啦。郊區鐵路環線節省金額遭質疑。負責機構透露，從郊區鐵路環線 Suburban Rail Loop 削減嘅額外非必要功能，其實係未被納入呢個計劃嘅成本裏面。維州州長 Ben Carroll 星期二話，已經喺計劃第一階段 SRL East 裏面，將從成本由345億澳元減到去333億澳元。兩個地下鐵路轉乘站同埋一座多層停車場唔會再繼續興建，但係維州審計署 VAGO 喺星期三發表嘅報告揭露咗預估總成本其實係從來冇包含到呢啲轉乘站，同埋喺 Glen Waverley 停車場項目上嘅預算偏例都唔足夠。政府發言人堅持認為政策將會使總預算降低至到13億嘅澳元。市郊區鐵路環線管理局 SRLA 就解釋項目之所以未列入總成本，係因為政府未同意過興建佢哋，聲稱喺大型建設計劃裏面將可選或額外嘅工程範疇獨自進行識別、評估同考量。西澳州長因商品及服務稅將生產力委員會標籤引發不滿，響生產力委員會將西澳嘅商品及服務稅優惠協議評估為一項代價高昂嘅錯誤，並且引發咗激烈政治反彈同辱罵之後，委員會對針對佢哋誠信嘅攻擊表示咗譴責。委員會中期報告發現，2018年莫里遜政府法案冇達成過任何預期嘅目標，並且將額外嘅230億澳元納稅人資金灌入咗西澳，使到制度變得更加唔公平。生產力委員 Jackson 表示，委員會歡迎對佢哋工作提出批評同意見，但係西澳州長 Roger Cook 將委員會笑佢為東岸小丑，並且話報告具有欺騙性嘅言論其實已經逾越咗底線。財長 Chalmers 亦都為委員會辯護，告誡咗 Cook 用咗唔恰當嘅語言。北領地預計通過自願安樂死法案，實現全澳合法化。自願安樂死法案預計今日將在北領地議會通過，將在全澳洲範圍內實現合法化。法案將進行良心投票，幾乎所有北領地議員均表示佢哋嘅支持。北領地最早於1995年將自願安樂死合法化，成為澳洲首個實施該法案嘅地方，但係喺1997年被聯邦政府推翻，直到2022年才重新獲得對本領地自願安樂死法律進行立法嘅權力。修正案針對嘅係僅餘12個月壽命或者更短人士的申請自願安樂死，並且禁止醫療專業人員主動同患者提起話題嘅條款。律政部長 Boothby 表示，法律將會賦予患有絕症嘅居民同親人更多嘅權利同選擇，成為響全澳洲進一步推行嘅重大先例。尼泊爾突發洪水死亡人數持續上升，同澳洲人失蹤。西藏同尼泊爾邊境嘅突發洪水已經造成咗超過150人死亡，數百名遊客同燈飾客失蹤。據當地官方表示，洪水發生喺當地星期三上午。尼泊爾旅遊部官員向媒體表示，有400多名遊客失蹤，其中340人為外國人。阿里巴尼斯表示，政府正同當地官方同旅行社保持聯繫，確認喺尼泊爾嘅澳洲人安危。外交部長黃英賢響星期四上午發表聲明表達哀悼。澳洲、芬蘭、法國、挪威、瑞士同英國駐尼泊爾大使館亦都對呢件事發表咗聯合聲明。Meta 將支付230億美元，並且更新社群媒體以解決青少年社交媒體成癮訴訟。美國各州檢察總長宣布 Meta 已經同意支付約230億美元，並且向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增加兒童安全措施，解決由47個州提出嘅訴訟。訴訟指控 Meta 故意設計讓兒童上癮嘅功能，並且向公眾隱瞞，從而加劇咗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根據擬議嘅和解協議，Meta 同意
採取包括對使用 Instagram 同 Facebook 嘅兒童設置每日時間上限嘅硬性上限同埋暫停提示，並且引入嚴格嘅年齡確認措施同埋適齡嘅內容控制。維吉尼亞州檢察總長話，協議價格就達3.53億美元。Meta 喺達成和解之後，將會將呢個協議塑造為成個行業嘅範本，並且促請競爭對手跟進。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